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，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，宣告耶稣。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，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，宣告耶稣，你名是能力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摧毁那一类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除去所有恐惧，所有焦虑，释放每个被忧郁捆绑心灵，宣告耶稣，你名是能力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摧毁那一类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在高声呼喊耶稣，在街道中宣告，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，我全家属于耶稣，宣告只生存命。耶稣，在高声呼喊耶稣，在街道中宣告，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，我全家属于耶稣，宣告这生存命。耶稣，你名是能力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摧毁那一类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你名是能力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摧毁那一类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，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，宣告耶稣。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在每个心思意念中
掌权，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，宣告耶稣。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，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，宣告耶稣。你名是能力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摧毁那阴雷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除去所有恐惧，所有焦虑，释放每个被忧郁捆绑心灵，宣告耶稣。你名是能力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摧毁那阴雷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在高声呼喊耶稣，在街道中宣告，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。我全家属于耶稣，宣告至圣尊名。耶稣，在高声呼喊耶稣，在街道中宣告，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。我全家属于耶稣，宣告至圣尊名。耶稣，你名是能力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摧毁那阴雷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你名是能力，你名是医治，你是生命，摧毁那阴雷，光照进黑暗，眺望复兴。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，在每个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神的面前，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，神依然掌权。无论我们心里有多少重担，神都愿意担当。让我们敞开心门，一起来颂赞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全心感谢，全心赞美，主你的约，全心上赞，献上为祭，是最尊的国旨。在你里面有我里喜乐满溢，常常感谢，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于你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要颂扬你名，在
弟兄姐妹，唯有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姐妹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因为他有能力翻转环境，成就奇事，让我们将一切的重担都交托仰望神，因为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这时候，让我们一起用信心来宣告说：你是我喜悦，是我力量，当我敬拜你，哦主，你是我盼望，是我帮助，唯有你，我的天父。他是我们的神，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。
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神，他能医治，他拯救，他是赏赐生命气息的主，是坐在宝座上的神，他是蛮有能力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张开我们的双手，来颂赞我们的神。主天述说，天父的作为啊，穹苍传扬，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主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珍贵能力都归于你。主天述说，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，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主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你说话，命里就立；你吹气，就得生命。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！神在，神在，神在。你说话，命里就立；你吹气，就得生命。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！神在，神在，神在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。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荣耀能力，能力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我们这时候要来举行圣餐，欢迎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每一位凡属耶稣基督教会按教规可领圣餐的弟兄姐妹，请一起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所有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
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说，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，拨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，主耶稣拿起杯来说：“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他再来。”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饼祝谢，所以我们要奉他的名，照他的样式，我们要一起来感谢上帝。亲爱的主耶稣，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，我们谦卑恳求你差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，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杯为圣，让我们领受这一些饼和杯，借着信心而分享你身体和你的宝血，也因着你恩典的帮助，使我们在灵里得培育，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，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，耶稣也拿起杯来说：“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我们这时候请长老来服侍，来分饼和杯。当你拿到饼和杯后，请你先拿在手里，来向主祷告，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拯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。感谢主耶稣爱我们，呼召我们，拣选我们，能够成为他上帝的儿女。如果你的身体虚弱、疾病，或是你的心灵忧闷、烦恼，或是你在生活、工作、学习上面遇到了困难，这个时候是来亲近主耶稣的时刻，是来敬拜他的时刻，是来感谢他的时刻。求主耶稣与你同在，求主耶稣加添能力、力量在你的身上，让你透过所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，让你身上的疾病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，让你所有的重担都能够卸下交托，让你心里面所有的愁烦都能够被驱赶。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个饼、喝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他再来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
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请回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就我们一起来领受。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喝的时候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让我们一起来享用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耶稣基督从天再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。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。无所不能的父上帝，我们全心来感谢你，因你极大的爱，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，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。再一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，也是受祝福的信徒，是你永远国度的后嗣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，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为活祭，求你鉴察接纳我们，同时以你的慈爱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持续与你圣洁的交通，从今以后更加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这时候要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和乐意。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你用感恩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。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请起立。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，贫穷正义臣服主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，贫穷正义臣服主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，感谢你的恩典的带领，让我们今晨能够来到圣殿来敬拜你。我们心里快乐，我们灵里欢喜，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。谢谢你让我们成为蒙恩的儿女。现在我们众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献上你所赏赐的金钱、时间、才能，求主悦纳。谢谢你垂听我们在这里感恩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好，我来报告。好，我们一起，我们先来念今天的金句，在撒母耳记下22章26到2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上主啊，你以信实待信实的人，你以完善待完善的人，纯洁的你以纯洁待他，邪恶的你敌视他。
撒母耳记下22章26到27节。再一次来。上主啊，你以信实待信实的人，你以完善待完善的人，纯洁的你以纯洁待他，邪恶的你敌视他。撒母耳记下22章26到27节。好，那我们来消息的报告。我们首先恭喜嘉南 A 队在上个礼拜的嘉南杯当中，我们获得了亚军哈。那这个奖牌呢，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致赠仪式给教会哈。那有一段影片，我们一起来看哦。那上礼拜呢，我们总共有100多场的比赛，非常的精彩哦。那可以开始放没关系。那嘉南呢获得了亚军啊，虽然是亚军哈，可是冠军是龟山教会啦。那龟山教会呢，是因为上次有打输我们哦，在他们的龟山杯的60周年打输我们，所以他们就招兵买马哦，输人不输丁，连刷输2倍，所以他们上次就找了很多的高手来哈啊，所以我们虽败犹荣啦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厉害，而且很完整哦。那我们这个影片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在上礼拜在4楼跟7楼的比赛，总共是有7队来参加。这个荧光绿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嘉南 A 队哈。那其实这一次的嘉南杯，我们也有很多的社区的朋友一起参加哈，所以不仅仅是教会，也有社区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我们拍手，将这些荣耀都归给神，也给这些我们的选手一些鼓励哈。好，今天本主日呢有第5次的圣礼典，总共有信仰告白有3位，那小儿洗礼有3位，然后还有一位是坚信礼，那在上一周的礼拜当中，壮行礼拜当中已经帮他做那个坚信礼的礼拜哈，因为他昨天就出国到国外去读书了，所以我们就提早举行哈。然后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受洗的，还有我们有3位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分别从新竹、从南投、新竹巴德教会，新竹的巴德教会，新竹中会巴德教会，然后那个水里应该是台中中会哦。那他从这3位，他们从那边转籍过来，我们也一起拍手来欢迎他们。然后9月21号召开第422次的长执会，那请各单位能够在9月17号之前将报告提出来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停了许久的那个爱餐，从今天开始，就是9月份开始，今天是第1次哈。那我们开始恢复爱餐，那每一个人呢，这一次我们采用的是新的方法哦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用餐的费用是20块哦，用投币的方式，不找零哦，请大家自己自备零钱哦。然后我们的爱餐供应时间，请注意是11点半到12点半哦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聚完会，我们就可以到教会的地下室去用餐哦。再来是9月27号，礼拜6下午1点有桌游的成长挑战赛哈。那有到报名截止到下礼拜天为止哈。那4个人一组哦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组队，一起混合组队也都可以哦。那要参加的人赶快报名哦。好，9月14号下礼拜就截止了哈。来，再来就是全人客服班，在每周2、每周4的6点半到8点半哦。你们家里面哦，如果有孩子哦，有孙子，他是国1到国3的同学，可以来报名哦。那现场他会有3个科目的老师会来帮助我们，有英文、数学，还有自然科哦。好，送大家开学咯哦，什么时候开学？9月8号。9月8号就是明天就开始上课了哈。那所有的课程时间详细都在教会的公布栏，还有电梯的公布栏里面哦，也可以到49号1楼去索取。欢迎兄姐哈，然后邀请亲友一起来参加送大。社区的讲座在这礼拜3的
早上10点半到12点半，我们有邀请阮达谦中医师要来讲中医养生健康讲座哦。这个讲座常常都很多人看哦，有时候超过100多个人哦，实在是300多哦，300多个，还有到300多个人哦。那是在线上就可以看了哦，所以这是大家都可以继续看哦。再来就是友爱基金中秋节的慰助金哦，如果有小组长要为小组里面的人有需求的人要来填写的话，在9月14号一样是下礼拜天的中午12点以前要交到干事室。再来生日助学金开学了就有生日助学金要申请的，要赶快到那个49号办公室去拿申请书，然后减负成绩单的影印本。然后交给干事室的那个有一个信箱，里面就是生日助学金的收件盒，就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到这个礼拜天，到现在今天为止哦，那赶快放哦，回去问一下孙子儿子放了没有哦，赶快放哦。好，再来就是A1 的基要真理，从9月20号开始就要开始上课，时间是下午的2点到4点，在49号的401教室哈。昨天有30多位的Best 来参加福音茶会哦，我们在下一步就是赶快去鼓励他们来报名参加 A1 的课。那 A1 的课上完之后，紧接着就可以什么？就可以报名参加11月份的洗礼哦。所以这就是昨天的茶会的要办在9月份的原因哈。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哈，所以鼓励我们的这些的 Best 来赶快来参加课程。再来就是 A2 长大成熟的课程，如果你已经上完 A1 的课程，那你就可以来报名9月20号礼拜六早上9点半到11点半，在401教室举办的 A2 的长大成熟的课程。那如果你们要报名 A1、A2，不一定要打电话，也不一定要当场报名，你们只要在我们的 LINE 的官方网站上面，我们就直接按一个报名，你只要输入在那个输入打字的地方，你只要打报名，它就会跳出来，你就在网络上填写就可以了哦，非常方便，非常简单哦。请兄姐踊跃参加，接受装备。然后再来就是10月1号，在展演中心有一个马街来逃的音乐会哦，那欢迎大家参加，这个是免费的，也不用事先报名哦，时间到就可以去了哦。10月1号，是礼拜三晚上7点哦，礼拜三10月1号，礼拜三晚上10月1号的7点，在展演中心就是在那个艺文特区中正路那个路尾那个艺文中心哦，欢迎大家来参加哦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有新来的有吗？哦，没有哈，好，那欢迎大家，每一个人都是新来的朋友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节，在撒母耳记下22章17到27节。好，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，姐妹来念双数节，预备来。上主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从深水中把我拉出来。他救我脱离强敌的手，脱离了厌恶我的人，他们都比我强大。我遭难的日子，他们攻击我，但上主保护了我。他领我脱离险境，他救我，因为他喜欢我。上主因为我的正直报答我，因我的无辜赐福给我。我遵行了上主的道路，我未曾背叛我的上帝。我遵守他一切的法律，我未曾离弃他的命令。他知道我无辜，我远离邪恶，所以他照着我的正直报答我，因为他知道我清白。上主啊，你以信实待信实的人，你以完善待完善的人。我们一起来念：纯洁的你以纯洁待他，邪恶的你敌视他。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请本堂陈柏志牧师来做分享讲道，他的题目是神要你得救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好，有人要拍掌，我们把掌声献给耶稣，感谢主。
当牧师最重要的工作，在这个法规里面就是2件事情，要不要猜猜看哪2件事情？当牧师最重要的，第一个叫做主持圣礼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分享圣言呢。好，圣礼呢就是包括今天的圣礼点、圣餐、洗礼、先信礼，然后这些小儿洗礼。那分享圣言呢，就是要讲道，好，不只是讲道，好，就是要能够把上帝的话能够来传递哦。好，所以今年我们从6月到9月，好，刚刚读过了这个使徒行传，还有撒母耳记上下的圣经共读啊。好，那感谢主，每一天早上都有将近50-60位的弟兄姐妹，好，有的是夫妻一起哦，好，然后上线来参加。好，然后也有几十位的弟兄姐妹好会来看这个重播，好，那所以让牧师每次在准备这个早上的共读呢，好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和 support 好，因为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啊，这个才6点，有的就已经上线在等6点半的聚会啊，好，真的是很感动，好，然后呢也看见大家呢，不管是风吹日晒雨淋啊，其实都在家里面，好，但是大家也这样的参与。好，让牧师想说，哇，那这个共读想说读到9月份就可以休息，休息之后呢，好就可以就可以不用每天这么早起来主持共读，好，可是又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渴慕，好，所以还是决定说，好，那以西结书呢还要继续再努力哦，好，所以是用录影的方式，好，如果是用录影呢，跟早上现场的共读哪一个比较辛苦？你们觉得有的早上因为你要一大早起来，好，但是录影呢，好，录影的虽然不用一大早起来录哦，好，而且有时候一天可以录2集到3集，好，但是录影的对我来讲的坏处就是，你只要讲到一半觉得讲不好就怎样，就重来了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昨天的第1集哦，大概录了3次啊，好，应该说录了4次啊。好，这个录了4次，好，因为你可能发现说，讲到前面，好，讲到后面，你还有一些没有讲到的，好，那还要再从头再来一次，好，不过这样的做的目的呢，好，当然也是希望弟兄姐妹好能够享受上帝的话，好，那这次我们的以西结书是用台语的方式，好，因为我们整个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，好，都是华语，好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衡，好，所以对牧师来讲，好，操练台语也很重要。好，所以即便可能我们不习惯，或是说不熟悉，好，但是如果你也可以拿你的中文圣经来对照呢，好，我们可以继续来用以西结书，好，来学习上帝的话，而且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学习啊。好，那昨天我们的福音茶会，好，有将近40位的 best， 就是还没有洗礼的弟兄姐妹、新朋友来报名。好，那决志的呢，这些决志的弟兄姐妹呢，好，站在这里决志，好，就将近有30人了。好，所以许许多多他们都决志，而且他们也知道说，当他们举手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怎样，就必得救，哇，就信了耶稣。可是关于得救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可能有很多还需要再去了解的。好，在教会500年的传统当中，关于得救到底是一次好，还是要持续，还是呢得救之后是不是就能够上天堂？好，有2个非常不一样的看法。第一个是来自于加尔文，加尔文呢，好，他也是宗教改革的教父之一啊，也是长老教会的先驱。那他认为呢，上帝是有完全的主权，一个人要得救都是上帝的主权，上帝已经先找到了这个人，而且上帝决定要让这个人得救。所以当这个人他能够听见福音，他能够成为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来出生。他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受洗礼，这一切的事情呢，其实都是上帝在背后的主动和主权。所以当他得救之后，上帝不会让他再沉沦。所以当他得救了，他就永远都得救，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，上帝早就已经预先预定了要这个基督徒他能够得救。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你相信吗？好，相信就说阿们。好，这个是你从加尔文的观念来看，上帝是主动的，人是怎么样？人是被上帝所拣选的，人是被上帝所寻见的。但是在那个时代，荷兰另外一个神学家叫亚米念，亚米念呢，他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。他说得救这件事情呢，
完全出自于人的自由意志。当上帝在伊甸园放了2棵树，生命树、善恶树，这2棵树，上帝虽然说了，但是最后决定要吃哪一棵树，是谁来决定？人自己要决定。所以人要为自己的得救来负责。所以亚米念认为呢，神他的预定呢，是一个出自于对上帝的相信还有信心。你如果失去了信心，不持续的相信，这个救恩就会离开。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也有道理。可是呢，这是2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一个神学的讨论。所以从500年前到现在今天呢，有人认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但是有人认为说，你一次得救不代表你会永远得救。如果你失去了信心，你连嘴里都不承认耶稣是主，甚至你就像所罗门王一样，到年老的时候临老入花丛，去拜了别的神，跟着别的女人去拜了别的神明，你就失去在天上的福分。所以到底一个基督徒，受洗的基督徒，有没有可能失去救恩呢？一个来到教会，在基督教当中成长的基督徒，他有没有可能到他临终要上天堂的时候呢，主却说他不认识他？其实在圣经当中也会有看见，启示录，上帝对这7间教会说，你到了天堂的时候，主说我不认识你。所以如果我们成为一个不冷不热，或是我们没有紧紧抓住这个救恩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失去这个得救？而上帝的主权到底会不会持续在我们的身上？其实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哦，因为上帝每一个人，我们今天领受了圣餐，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都是神重价所赎回的。主耶稣这么辛苦，付出这么多的代价，把你救回来，从罪恶当中、死亡阴间救回来。他的目的就是要你得到永生，他的目的就是让你要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不会受审判。所以到底基督徒会不会得救？重点在于，当耶稣基督的审判台临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够通过耶稣基督的审判台？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只有将来得救到天上，而我们得救是要现在进行式。但是我们的得救绝对不能成为过去式。我昨天举手决志信耶稣，但是我今天我又决志的不信耶稣，并不是这样，而是我们因为知道信了耶稣，耶稣要带我们通过审判台前的审判。所以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耶稣要带你通过审判台前的审判，耶稣要带你通过审判台前的审判，耶稣要带你我通过审判台前的审判。这关乎我们最后是不是能够得救到底，能不能得救到底。我们过去用了56天的时间来读了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，总共有55章。在今天的这段信息当中，牧师要来做一个总结，就是大卫他的一生，从撒母耳记里面开始讲到了撒母耳，后来讲到了扫罗王，到后来的大卫，我们看见这些的人物其实跟你我一样，都是平凡的人。他们的成功，我也可以成我们的，我们有可能跟他们一样成功，但是他们的失败有可能更变成我们的失败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能够学习教训，能够明白。所以今天牧师要用4件来大家分享，你要怎么样得救，能够在4个方面来得救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在仇敌面前得救，请大家说一次，在仇敌面前得救。当大卫他年轻在放羊的时候，他的国家就被人家所欺负，他的国家就有一群非利士人从海边不断霸占他们的土地，一直来到了以色列，甚至是犹大的山区，都要接近他们的大本营。但是他们就在这个以拉谷摆出了阵仗，而这个阵仗呢，一摆就是40天，40天都没有开打。为什么没有开打？因为出现了一个巨人，叫做什么亚？歌利亚。这个歌利亚呢，他的身高270公分哦，他如果站在这边，他的头就穿到3楼去了，天花板上面去了。而且呢，他光手上的兵器的那个枪的矛呢，就比1包米还要重。好，所以你要拿他的武器呢，也是拿不动。但是呢，谁打败了歌利亚？大卫。
大卫他怎么样打败歌利亚？他用5颗石头，5颗河边捡来的小石头，圆滑光滑的石头，他只用了第一颗好就精准的命中了歌利亚他的头盔的中间那个缝隙，然后呢，那个石头就砍入他的脑门当中，然后呢他就倒下去了。但是大卫他打败歌利亚，不是只有用石头，他是用什么击倒巨人？信心击倒巨人。我们来读大卫写的这首诗篇，诗篇23篇，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如果有一天，好，这个战争爆发，当战争要爆发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摆一顿好在敌人的面前，好请敌人来吃？或是你会摆一顿buffet，好，然后呢要去开战，给这些要出去打仗的人来吃。我相信这不是我们打仗准备的方式。但是当大卫面对仇敌，他说上帝为他摆设宴席。我相信这个宴席也不是一个餐券，也不是一场buffet。这个宴席呢，是我们今天圣餐我们所领受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宴席。所以大卫他知道，当他面对仇敌，面对有外人来攻打攻击他的时候，他领受上帝的同在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怎么样满溢？所以敌人的面前最怕的是什么？你的福杯满溢，上帝祝福你。所以你的敌人是谁呢？我的敌人是谁呢？你的敌人好，不见得好是跟你在一起竞赛的人。你的敌人也不是跟你一起开在路上，好，跟你从旁边车子经过的敌人。有时候有人的路怒症，好，开在路上这样，旁边人家超过他，车子超过他，他就这样生气了，他也要超过他，好，所以你常看到新闻，两台车在路上这样冲来冲去，或是很多的年轻人年轻气盛，好，半夜呢在车上，在这个街上飙车，好，然后呢一言不合就殴打，就打起来。但是我们的敌人是那一些要夺走我们祝福的人哦。大卫用歌利亚的刀，当歌利亚倒下之后，他用石头没有办法砍下他的头，他是用歌利亚的刀来砍下他的头，因为歌利亚他没有用信心啊来击败他的敌人，而是大卫。所以我把这个诗篇23篇好倒过来，如果你在敌人面前，你没有用信心，神就为这个人设下了网罗。本来是用油膏这个人的头，但是这个敌人呢，却被用刀砍了他的头，使他没有福杯满溢，而是人头怎么样落地？你要福杯满溢，还是人头落地？福杯满溢。所以你要用什么来击倒巨人呢？信心。你对上帝的信心是你得救的关键。这个信心，好，如果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用信心，这个得救，这个救恩，它就可能会变质，它可能就会离开你。但是大卫他用信心击倒敌人，使他的福杯满溢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大卫，当他一举成名，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军官的时候呢，他的扫罗也把女儿嫁给他，可是扫罗却开始来逼迫他。扫罗听到一句歌，叫做“扫罗杀死，大卫杀死”，所以他心里面就怎样，很嫉妒。好，杀死千，好，已经很棒了。好，虽然大卫没有杀死万，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忍下这口气，他却没有办法转化他自己的心境，以至于呢，他就想设方处地呢，想要去杀死大卫。好，所以好几次，甚至呢发作，好到他忧郁症，好，甚至他还真的是得了躁郁症，好，然后呢当面就要杀死大卫，好，虽然大卫替他弹琴赶鬼啊，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。甚至当大卫逃出去之后呢，他还穷追不舍，派了多少的精兵要去追他呢？3000个精兵啊！你有没有玩过那个捉迷藏？有没有3000个人去捉你？啊，如果你被3000只的鬼来追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，吓都吓死了。你可以想象大卫，好，他这个捉迷藏一玩呢，就玩了好几年，而且是3000个精兵啊，好，是要来捉拿他。所以
这个好像我们中元礼拜六是7月半啊，是这个中元节。好，这个很多人都在街上拜啊这些孤魂野鬼、好亡魂，希望呢用这些食物呢来满足这些好兄弟不要来找他的麻烦。但是如果他知道有3000个鬼要来找他的话，怎么样？哇，他可能会摆更多，好，因为3000个鬼分不平啊，他可能要摆整桌，所以他心中的鬼越多，他代表他要摆的怎样？桌上的东西供物就要越多。但是基督徒有没有去拜好兄弟？有没有摆给好兄弟吃东西？没有，因为基督徒不用担心这些鬼会来找他。基督徒只要搬出一个人的名字就够了。那个人名字是谁？陈牧师吗？或是什么廖长老吗？啊，都不是。搬出耶稣的名字。当你只要搬出耶稣的名字，你都不用摆，不管他是3只、30只、3000、3万只，这些鬼都会吓跑。可是呢，大卫他一个人逃跑还不够，还有600个人来跟他一起逃跑。这600个人，好，有的是没有工作的、欠债的，好，有的是没饭吃的，有的是忧郁症的，好，然后呢，都来跟着大卫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600个人要捉迷藏，要躲到哪里去呢？3000个人捉你就已经够辛苦了，现在你要带着600个人一起躲起来，躲得过吗？真的躲不过。可是呢，大卫居然躲过了。他可以在扫罗王的这样追杀当中好几个月，到扫罗都亲自出来追杀。好，这个故事我们看过。后来在隐基底，到了隐基底的洞穴，扫罗肚子痛，去洞穴里面上厕所，好，蹲下去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裙子拉起来，好，牧师穿这个也是古装啊，好，所以古装呢，好，也是这样拉起来。可是当他蹲在那边，好，肚子用力的时候呢，大卫刚好就在怎样？就在他的旁边，好，而且大卫手中还有一把什么？刚好他手中有一把刀子，所以大卫他大可以怎样？轻而易举的把一刀捅进扫罗的屁股里面去，好，他就结束了这一段逃亡的日子，不是很高兴吗？他就再也不用逃了，而且这600个人大家都自由了，就不用再躲。可是大卫呢，他却在诗篇40篇1节、2节这样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泥坑里、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健。大卫知道，他虽然手中有刀子，而且这个追杀他的人是自己送上门的，在一片漆黑当中，四下无人。这时候大卫先杀了他，然后再把刀子拿给隔壁的，他也可以躲过啊。但是大卫万万不敢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扫罗的王呢，是谁设立他做王的？是神设立他做王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老板会不会逼迫你？当你的老板逼迫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拿一把刀在厕所里面等他来上厕所？你的老师，甚至你的父母亲，或是你的丈夫，或是你的妻子，或是你的孩子，有时候可能会给你许多的逼迫。但是当你面对逼迫的时候，你要学习大卫所说的：我要耐心的等候耶和华。基督徒在逼迫当中要学习的是罗马书所说的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然后要怎么样？听凭主怒。你这样子做，就是把炭火怎样堆在他的头上。所以大卫真的在罗马书写出来以前，他就这样做了。他用他的刀子割下了扫罗的衣袍的一角，然后出去洞穴的时候呢，就对扫罗说：父王啊，父王啊。扫罗听到大卫就说：我儿大卫。大卫就跟他解释：我有机会，上帝把你交在我的手中，真的是上帝让这么多的洞穴，你哪个不去，偏偏就要来到我的面前。但是呢，因为上帝你是上主的受膏者，我绝对不敢害你。所以当你明白在上位的每一位都是有权柄，你的爸爸、你的妈妈、你的老板、你的上司、你的小组长、你的长老、你的牧师、你的总统、你的市长，这一些都是上帝给他的权柄。
你就不会口中说健忘的话，你就不会心里面想要用一把刀去杀他。虽然他对你做出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但是你会耐心等候。但是我把这个诗篇40篇改变一下，如果你不愿意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上帝就会让你出糗，上帝会把这个人从泥坑里淤泥里，甚至呢让你在上厕所上不出来的时候呢，让你的命就差一点陷在磐石上。当你知道你躲过一命的时候呢，扫罗他真的脚都软掉了，所以他不敢再去捉拿大卫。所以大卫、扫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对比，一个就是急着想要赶快来报仇，什么大卫杀死万万，我听不下去，我今天就要他的命，现在中午以前我就要他的人头。可是他捉拿大卫，捉拿了好几年，连大卫的一根汗毛都没有办法伤他。可是反过来，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，他用耐心的等候，最后扫罗是死在外邦人的手中，是扫罗自己伏在刀子上面，他把刀插在地上，自己靠上去结束他自己的性命。大卫完全的公义，大卫完全的耐心和等候，但是这也从大卫的16、17岁一直到他30岁，足足有13年、14年。你愿意等候上帝的公义3个月吗？不要说13年、14年，一件冤屈的事情、冤枉的事情，你愿意等待上帝3天吗？你可以让自己可以不要急着今天就要出这一口气，等候3天看看吗？大卫从他16、17岁到他30岁，扫罗死了之后，这一段的时间，他说：“我耐心的等候耶和华。”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完全的得救，完全的领受上帝的救恩，上帝以此为他的公义。第三，我们看见大卫他在犯罪的刑罚当中得救。当大卫他的国家稳定，我们知道他抢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叫做什么拔示巴。他把这个拔示巴人家的老婆呢，用他的权势威吓，叫人把他送进宫来，然后放在他的房间里面，把这个女孩子呢，女性当作物品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当他满足完之后呢，拔示巴怀孕，来告诉大卫怀孕了。这时候大卫又怎么样？想出一个方法，叫她的老公，从前线打仗的老公，如果你读到撒母耳记，就发现她的老公的名字就在30个勇士的名单当中。她的老公是国家里面30个勇士之一，在前面辛苦的打仗，结果他居然偷偷在背后去霸占、玷污人家的妻子。然后呢，他找个机会让乌利亚回来休息，想要让乌利亚回来跟他的老婆亲热一下。这样子，当乌利亚的老婆怀孕了，大卫他就可以安全下庄，全身而退，就可以继续当他的国王，没有发生一样。可是这件事情，偏偏乌利亚不肯，乌利亚打死也不要，他宁愿睡在大卫的房间的门口，也不回家。这下让大卫一不做二不休，叫乌利亚去前线作战，还下了一道命令给约押元帅：当你们全部往前冲去杀那个亚门人的时候，命令喊下去，全部人都撤退，就让乌利亚一个人这样去冲，就乌利亚一个人就白白送死，就死在亚门人的城墙底下。大卫想说这件事情就此没有人知道，但是这件事情呢，变越演越烈，变成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全世界人包括今天，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阴险，是一个非常不道德，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事情。这整个事件的发生的过程，上帝都闭口不说话。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不要想说，明天天亮了没事，然后呢1个礼拜之后没有人知道，然后又过了几个月，哎呀，上帝已经忘记我的罪了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这种心态叫做侥幸的心态，是一种鸵鸟的心态。
你以为你所说的话，你以为你所做的事情，上帝眼睛瞎了，上帝耳朵聋了。刚好那时候他在听别人祷告，他没有在看我。刚好上帝那时候正在看棒球比赛，今天他也没有空理我。所以我所犯的罪恶，这些事情，神既然不说话，我也就这样平安可以过去。可是没有，上帝非常看重这件事情。大卫，你处心积虑设计这件事情，上帝他也为他特别的安排，让先知来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卫，让大卫当下非常的发怒。这个有钱的人自己有那么多的牛羊不杀，结果呢，朋友来了，他要去杀一个穷人唯一的一只羊，而且这个穷人唯一的一只羊是他每天抱着睡觉的羊，你居然把他抢过来，把他霸占占为己有。你有那么多的老婆，你有那么多的妻子，有那么多妃嫔在你的后宫，结果你偏偏就去看上别人的老婆，人家是别人心爱的老婆，你居然对人家毛手毛脚，动手动脚，还让人家大肚子。结果现在人家老公都死了，人家老公死了，你还光明正大的把他娶回来。这件事情，上帝不说话，可是上帝完全看在眼中。当这个拔示巴怀孕，怀了大卫的胎，儿子生下来了。生下来，大卫娶进门，可是生下来1个礼拜，上帝就告诉先知说，上帝让先知告诉大卫，这个孩子必定要死，因为你流了人的血，这个罪，上帝已经听你的祷告原谅你，可是这个孩子的罪，上帝要透过这个孩子的性命来取代你应该死的罪。所以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为着他的孩子禁食祷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不睡觉，他也不回到房间，也不睡在床上，也不穿鞋子，整天不断的为这个可怜的孩子祷告，一直祷告到这个第7天，孩子终于还是死掉了。而大卫他才知道，上帝真的已经的话成就，大卫才知道，本来应该死的是他，现在他的孩子替他死了，所以大卫不敢再犯这样的罪。可是呢，大卫接下来很多的故事，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看见大卫他接下来很多的事情，一件接着来。如果当初他可以避免，他的人生可以得到很多的智慧。我们今天在读撒母耳记，不是把它当作故事，是一个严厉的警告，在提醒你、提醒我、提醒我自己，我们不要像大卫一样，一时被罪恶试探给引诱而冲昏了头，而一脚踏入了陷阱；也不要因为自己犯的罪闭口不承认。他写的这个诗篇51篇，他说：“当我闭口不承认，我的骨头就哀哼。”他的骨头痛到他嘴巴闭得再紧，可他就不想要认罪，上帝就让他从里面痛到他的嘴巴都开口。大卫在诗篇51篇第6节这样说：“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，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。”因为大卫他已经痛苦了很久，从上帝发现他的罪，其实他想说乌利亚死了之后，他把人家的妻娶进来，很开心，哇，又怀孕了，接下来这个孩子就可以当王子，王储之一。但是当他知道犯罪之后，他的痛苦痛到骨头里面去，所以他向大卫向上帝承认说：“求你转脸，不要再看我的罪，我已经承认了。求你除去我一切的罪孽。”第10节，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读，请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再一次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
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大卫他可以用信心去击倒敌人歌利亚，5颗石头只用1颗。大卫他可以带着600个人躲过扫罗3000追兵的追杀，连续好几个月。但是大卫躲不过的是罪恶的捆绑，这个罪比这个扫罗的3000追兵还要厉害，让大卫的骨头哀哼惨痛，让大卫整个心、整个灵统统荡到谷底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当你知道你犯罪，在罪的当中，这个罪挥之不去，这个罪恶在你的身上没有办法挪去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那个痛苦有多重吗？或许你没有，你要感谢主，因为上帝的话让你有智慧，因为可能你的父母亲为你的祷告，可能是你的阿公阿祖，他从小就告诉你要在教会不要踏入到罪恶的世界当中。但是一个深陷在罪恶当中的人，那个罪的控告比大卫在躲3000个追兵的时候对他来讲还要痛苦啊！所以他最痛苦的诗篇是在32篇跟51篇。虽然他写了我们刚才读过了40篇，读了23篇，他在各样的危急当中，他的心也很痛，可是再痛也没有在罪恶当中的痛，一直到他知道上帝赦免他的罪，所以他说：神，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这张照片上面有一滴什么水？露水。请问你露水是从哪里来？从天上雨水掉下来的吗？不是。还是从山上的河流流下来的？也不是。还是那个雪结冰融化之后的融的水？也不是。这个露水是要经过夜晚温度的变化，热空气、冷空气交换，然后到清晨的时候，天亮以前，那个太阳要出来前的一个时间、一个环境、一个湿度，那一些水分子会汇集在一起。而那个露水呢，可能是在屋檐、屋顶上面，可能是在叶子上面，都有可能在你的车子上面。可能你的车子很脏，前一天都是灰尘，可能你的屋顶好几年没有洗。可是当那个露水凝结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说清晨的甘露，那个露水呢是可不可以喝的？为什么你敢喝？因为它已经被过滤过了，它已经被洗净了。晚上、夜晚，就是我们跟上帝认罪悔改最好的时刻。当你在夜深人静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能够把自己的重担、罪恶都能够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求主赦免。即便你哭一整个晚上，虽然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你的愤怒是转眼之间，你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。所以你要认罪。这个雅各书说，不要含怒到日落。你要认罪，什么时候认罪最好？在天黑以前，在晚上认罪最好。但是你到早上起床认罪的时候怎么样？美乎啊，因为那露水都已经凝聚了，都已经出来了。所以你要在每一天要睡觉以前，把你一天的污秽，睡觉以前把你一天所有心里面的愤怒、焦虑、所有的罪都祷告交给主耶稣。你从那天晚上睡觉进入睡眠，到你隔天眼睛张开，神已经为你整理干净，使你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当你眼睛张开起床的时候，你会说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是新的一天。可是如果你没有整理你的罪，你没有向主来承认，你到隔天早上起来睡也睡不好，早上起来还继续背负着昨天的重担，你要继续去面对今天，继续让更多的罪在你的身上。所以我要鼓励，特别是睡眠不好的弟兄和姐妹，
很难入睡的弟兄和姐妹，你要特别为你的睡眠来祷告，你要好好的来对付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思虑、每一个思想、每一件担忧的事情。你要把这些的重担、忧虑都卸下，交给主耶稣啊！虽然牧师娘坐在这边，好，但是我还是要举牧师娘的例子。好，牧师娘呢，好，她很年轻的时候呢，就有睡眠上面的障碍。好，从我们结婚之后，我都没有发现她有睡眠的障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都很好睡啊，所以隔天好，她也没有告诉我，好，所以我都后来很晚才知道说，原来她半夜都没有在睡觉。好，但是到她后来呢，也需要靠着药物好来帮助好才能够睡觉，所以我会搞不懂为什么你就是不睡觉，睡觉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啊，这样就睡觉了。可是呢，他也没有办法说，他就会后来他让我渐渐知道说，他会一直想睡觉的时候，他会想事情，好，这个今天事情、明天事情，还是接下来什么事情，他会想再想再想，想到呢越想可能精神就越好。但是有一次我就告诉他，这个睡觉你要专心，这个睡觉这件事情呢，你不能够分心，你要专心在睡觉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他就在思想这句话，所以后来他就渐渐学习啊，什么专心睡觉，怎么样好好的睡觉。他就现在呢，好，有时候我还没有睡着，牧师娘都已经睡着了。你怎么知道他睡着呢？不是我说的啊。但是真的，当我们在睡觉以前，你能够好好整理你自己的心思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你只要知道今日的一天的事，一天当就够了。不要担心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什么都不用去想。你只要知道，确定今天你已经得救了，明天你要继续的得救。你只要确定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的罪，恭喜你，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进入安息。就算明天太阳没有从东边出来，就算明天起床了，921地震来了，半夜1点47分来了，这次你不幸没有逃过这个地震，但是都 OK， 无所谓，因为在你睡觉以前，你已经交代清楚，你已经准备好去见耶稣了。跟你旁边人说，今天晚上睡觉以前要准备好去见耶稣。今天晚上睡觉以前要准备好去见耶稣。当你是带着这样心态去睡觉，我相信每一天，当你睡饱眼睛睁开，你会发现你里面是一个重新正直的灵。面对每一天，上帝要与你同在。最后，大卫在上帝的管教当中，他也学习面对神。大卫他的儿子押沙龙，因为大卫的犯罪，罪呢不仅是死在拔示巴的老大儿子身上，这个罪呢也继续在大卫的第3个儿子押沙龙的身上。押沙龙不仅霸占强暴了大卫的妃嫔10个妃嫔，甚至押沙龙还花了4年的时间收买全国的人心。然后呢，一夕之间就要把他爸爸的王位从宝座上赶出去，押沙龙就要起来篡位，就要起来代替他老爸。押沙龙是一个报复妹妹，他的妹妹叫做他玛，现代中译本翻作塔玛。塔玛被玷污了，被大卫的大儿子给强暴了。你真的会发现，当一个父亲一个人开始犯罪，这个罪没有对付清楚的时候，家里面的事情、国家里面的事情、家族里面的事情，一而再、接二连三的来。大卫在他年老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骄傲的心，就是上帝给我这个国家，但是我都搞不清楚我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人。上帝给我这个，让我做迦南教会的牧师，迦南教会到底有多少个人来做礼拜，我都搞不清楚。来人啊，好，下令调查，今天到底有多少个人做礼拜？简不简单？简单啊，好，我们的招待他们都会在后面来算啊。好，下个礼拜周报你不知道，下礼拜周报看也知道啊。但是在那个时代，大卫那个时代，没有纸，也没有笔。请问，没有纸，没有笔，更没有手机，你要怎么样去计算全国的人数呢？那时候都是用书卷在记载。你要怎么样去记录呢？那要带多少的书卷？那要花多少的时间呢？果然，9个月
20天之后，消息回来了，没有全国的人数，只有全国会打仗的人数。全国以色列支派里面会打仗的有80万，80万很多哎。好，你要算80万要算多久？犹大当中会拿刀的有50万，加起来130万，这个是会打仗的。再加上不会打仗的，再加上男性跟女性的，再加上20岁以下的孩子，还有那个不用打仗的退休的，这个国家大概就有700万人，700万的人口。可是呢，大卫他知道他得罪上帝，上帝就用3天的瘟疫，72个小时，一个国家里面就死了7万人。你可以发现，上帝在管教大卫。上帝管教大卫，你想要知道你自己有多伟大吗？你想要知道自己有多了不起吗？你想要知道你自己话剧的跟当，可以画到下面看的天都，可以跟当到下面看的天都，台语听得懂吗？你以为你可以讲话多有厉害？上帝用3天的时间，让大卫只有3天，人家花9个月才算出来的。上帝用72个小时，1/10的人马上就蒸发，马上就瞬间蒙主恩召。大卫这时候知道事情大条了，但是怎么办呢？先知加得出来救他。你要为上帝逐一做祭坛，你要认罪不够，你要敬拜神，你要去逐一座坛向上帝来祷告。所以大卫筑了这座祭坛，他的祷告呢，我选的是诗篇27篇哦，第三节这样说：虽然有军队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；虽然兴起战争攻击我，我仍旧安稳。大卫他的从小打仗打到老，到他60几岁，他还想要出去打仗。可是他都觉得这个都是小 case， 但是他觉得比这些打仗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第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求问。从礼拜1到礼拜5，你要上学，你要工作上班，到了礼拜天，你要来敬拜上帝。你觉得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？牧师常常跟干事，教会的干事来分享。我们教会有5位全职的干事，协会有2位全职的干事，我们还有3位兼职的干事。这样加起来5加2加3，总共有10位。牧师会跟干事来分享说，礼拜1到礼拜5的工作虽然很多，但是所有的工作的目的，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礼拜天教会弟兄姐妹来做礼拜的时候，可以专心的做礼拜。所以牧师对干事的期待就是，干事是要让礼拜天会有弟兄姐妹来服侍的时候，你是用礼拜1到礼拜5时间来预备。所以你手上的这个周报，或是你所看到的投影片，或是说这些台上安排的侍奉同工，或是我们所使用的冷气，所使用这些的设备，其实都是需要后面有许多的人去维护、去操作。如果一个环节出错，可能在礼拜当中，万一今天没有电脑，万一今天没有冷气，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在这边专心的在这里来做礼拜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的一生，你的1到5可能有很多的工作，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在礼拜天帮助你自己专心的做礼拜？教会可以帮助你来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，确定你手上会拿到周报，确定你来到教会做礼拜的时候，你一定有一张椅子可以坐，确定你今天想要奉献的时候，也有个奉献袋，而且会有人把奉献袋传到你的面前。但是教会不可能帮助你来做礼拜的时候，你坐在这边，哎呀，前一天看这个球赛看到很晚，然后呢早上做礼拜我就来这边吹冷气，来这边补眠，这没有办法教会来帮助你。
教会也没有办法帮助你。哇，我这个月的钱已经用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礼拜我的奉献呢，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没有钱奉献了。好，那教会也没有办法帮助你。你要让你自己怎么样把你的优先顺序能够排出来。这是大卫被上帝所管教的时候学习到忠心的功课。有一件事我曾寻求，我现在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来求问。很多人遇到问题，他想说，我要赶快去找一个有恩膏的牧师，请他来为我祷告，或是我要找一个有恩赐的先知，请他来为我祷告，或是我要出国，我要去祷告山，去祷告院，去哪一个教会，去那边去感受那个圣灵，然后呢，上帝就会解决我的困难。可是大卫3000年前，他没有祷告山可以去，他也没有飞机可以出国，他能够怎么做呢？当他的国家遇到72个小时的瘟疫，有好几万人就在他眼前失去了性命，大家都在哀哭、痛苦、哭嚎的时候，先知告诉他：你要筑坛献祭，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。所以大卫他就是放下他心里面一切的骄傲，还有放下所有人对他的指指和点点。很多人都会怪罪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瘟疫？就是大卫啦，因为就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总统，很多人就要罢免他，很多人就要笑他下台。可是大卫能够做的，就是到那时候圣殿都还没有盖起来，他就找了一块地，在那边筑坛献祭。当他祷告献祭完，圣经说瘟疫就停止了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，如果你相信上帝的给大卫这个应许，当你非常专心专注的来参加礼拜，参加一场礼拜完之后，你生命当中、生活当中遭遇的饥荒、瘟疫、灾难也会停止。你相信的就说阿们。当你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专心的来面对神、敬拜神，你所遭遇的困难，或许也没有人来为你祷告，也没有人来为你按手，就因为你专注的敬拜神，这些大风大浪，主耶稣就会说：平静了吧，止住吧，这些大风大浪就会止住。上帝要你得救，不是要你过去得救，也不是要你将来才得救，是要你现在得救，每一天都得救，永远都在得救的救恩当中。而你有可能会面对仇敌，可能面对逼迫，可能面对罪恶的刑罚，有可能面对上帝的管教，但是你可以用信心、用耐心、用忧伤痛悔的心，用对上帝的忠心来面对这一切的困难逼迫，让你经历到得救的滋味。神要帮助你，神要带领你，神要使你得救，神要使你能够像大卫一样写下你人生当中的诗篇。有一天，当这个福音茶会在举办的时候，可能你所讲的就是你生命的见证，是你生命的故事，哪怕它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，但是上帝都可以使用你的见证叫人得益处。不要忘记，得救不是昨天，得救也不是你小时候，得救是今天。如果我今天没有得救的确据，如果今天耶稣就来了，我到天堂去，我能够拿什么打开天堂的门呢？我能够拿什么通过上帝的审判台呢？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他对我们的呼召，对我们的爱。邀请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珠
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哈利路亚！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用我们的双手，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一生告诉主说：我要一生一世在你的殿里来敬拜，来瞻仰神你的柔美，来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语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神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当你再次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要邀请你，把你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仇敌、逼迫或是刑罚，统统借着这首诗歌，借着祷告、敬拜，交在主的面前。神今天就要帮助你得救，神今天就要解决你的困难。只要你专心的敬拜他，专心的来赞美他，神要听你的祷告，神要帮助你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用你的心灵来敬拜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我们的手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主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举我们的手来敬拜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用我们的心敬拜，圣洁充如同先知以西结看见那四活物在神的宝座前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让神对我们说话。是的，主，你说话，命里就立；你吹气，就得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！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！你说话，命里就立。神的圣灵向我们吹气，你吹气，就得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！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！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全能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圣洁荣耀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当我们全心全意敬拜你的时候，你的宝座就要向我们来显明。你就如同先知以西结看见你的宝座在穹苍的上面，看见那水晶的穹苍有宝座设立在上面，让我们看见坐在宝座上是那一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这位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，为了我们的罪流了他的血，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位昔在、今在、永在、全能的神，他要救你、救我，脱离死亡，脱离罪恶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爱你，不是只有过去爱你，神今天爱你，明天也要爱你。神要为你里面造一个重新正直的灵，神要使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要成为新的。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发怒，不要再为自己申冤，不要再与人争竞恼怒，不要再说亵渎神的话，不要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会让你从救恩当中再次的离神越来越远。要知道，你是神重价所赎回的，你是好几代的基督徒，神要使用你和你的家族，神要使用你的全家，成为神荣耀的见证。愿神今天对你的话刻在你的心里，把神的话藏在心中，不再得罪神，而是每一天张开眼睛，每一天的早晨就有清晨的甘露，让你知道这又是一个得胜的一天，又是一个得救的一天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感动，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过去得救，今天得救，永远得救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那么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，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次全新的赞美，让要我们得救的神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！全心感谢，全心赞美基督里的约，全心颂赞献上为祭，是最纯的果子，在你里面已无话语，喜乐满溢，常常感谢，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于你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，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，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，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。阿门！拍手，哈利路亚，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，耶稣爱你，耶稣也赐福给大家，阿门。请帮忙收拾。